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較早時間啦，呢個咧芬蘭嘅總理咧嚟到咧中國咧做訪問，嗱嗰個咧係一個第一次嘅訪問嚟㗎嚇，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係一連串啊不停唔同嘅國家就嚟到中國做訪問㗎，咁啊就聽講咧呢個德國咧都仲想嚟。咁但係咧，因為德國咧，你知道佢裏邊咧又紅綠燈黨啊，又藍青白啊咁樣，即係古靈精怪、亂七八糟咁樣噶嘛。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佢哋而家呢個聯合政府咧，其實咧啲人出嚟講嘢咧，唔係好統一口徑噶嚇。咁啊，好似咧佢哋嘅總理阿默茨上嚟呢個中國。但係咧，佢個外交部長咧就成日出嚟亂咁講嘢，咁啊經常性都會犯呢啲咁嘅錯誤㗎嚇，咁啊但係咧就睇下中國咧係咪真係咁大量啊？定抑話咧係真係咧要立威，就係以後你再講啲咁嘅嘢，你就唔使旨意嚟啦咁樣。嗱呢啲咧都係一啲規矩規則咧，其實定嚟㗎。所以點解成日講咧就係百年未遇大變局咧？其實咧以往咧西方國家就以為自己好叻、好勁、好巴閉啊！咁啊，所以咧就以為咧成日咧可以指點點啊，指住咧中國又話你呢樣唔啱，嗰樣唔對，又要咁做咁做。咁啊，但係唔好意思啊，中國咧就唔係你呢一個咧，即係歐洲啲小國啊，或者呢啲嘅。所謂咧犯咗咧人類嘅大嘅錯誤啊，譬如呢個咩納稅咧，當時啊搞到呢個成個世界咧亂晒龍，呢啲國家咧可以咧指使㗎指點我哋㗎。咁啊，今次芬蘭總理嚟到咧中國咧，佢講咗一句咧真係良心嘅説話。佢話啊，我嚟到啊睇到一個真實嘅中國之後咧，我終於都明白啊，到底咧中國係憑乜嘢咧能夠做到一個幾千年嘅超級大國？唉，仲有啊！佢話原來一路以嚟都係做緊超級大國，即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失手做咗100幾廿年嘅一個冇咁繁盛嘅國家，而家其實係翻去歷史嘅巔峰咋。嗱，聽下啦，大家咧就係睇下佢今次嘅訪問之後咧，翻去嗰個感覺會係點啦。嗱，第一次訪問中國嚟到呢個咧故宮面前嘅芬蘭總理啊，越睇越感慨。佢話我嚟到先至知道。人家係憑乜嘢能夠咧做咗幾千年嘅超級大國？中國啊，而家個狀況唔係大國崛起，而係啊佢只係重回佢嘅歷史巔峰咋。呢個咧係繼啊老牌發展中國家之後，我哋咧最新咧又見到咧學到一個新嘅所謂叫國際政治名詞，叫做老牌超級大國。我哋係老牌超級大國啊！好啦，嗱呢個詞咧係咧大家咧能夠咧從呢個芬蘭總理啊，呢個咧叫做奧爾波啊 Orpo 奧爾波咧最近咧佢講嘅一番説話裏邊咧能夠總結出嚟噶。佢咁講噶，佢話我而家都算係咧點解咧？除咗嗰幾個世紀嘅短暫插曲之外啊，中國咧喺呢個人類歷史上邊一直都係一個超級大國嚟噶。嗱呢番説話咧係阿奧爾波喺佢參觀完咧呢個咧故宮嘅紅牆黃瓦之後，面對住啊隨行嘅呢個媒體咧抒發嘅一句咧內心嘅一個感慨嚟噶。喺而家呢個嘅西方同埋輿論西方嘅輿論啊，普遍咧都仲喺度糾結啊，到底係應該對中國脫鈎啊斷鏈啊？點解話同我哋叫去風險嘅大背景之下咧，呢位嚟自北歐國家嘅領導人反而咧用一種咧近乎歷史學家一般咁樣嘅冷峻嘅眼光咧，嚟到道出一個咧中國人盡皆知，而喺咧美西方嘅政界咧就反而咧俾人長期忽視嘅一個事實㗎，就係咩咧？就係對中國嚟講，而家所經歷嘅一切並唔係為咗西方語境之下嘅所謂大國崛起，而係為咗實現翻中華民族嘅偉大復興啫。嗱，聽清楚，唔係崛起，而係復興。崛起係你從來冇，而家咧實人先至嚟到；復興係不嬲都有，而家攞翻咋，係咪？崛起之前乜嘢都唔係，然後咧變成咧可能係一夜暴富都未定。但係復興就係我早就已經有呢啲嘢㗎啦，而家我攞翻我曾經做翻嘅嘢啫嘛，係咪？好啦，嗱今次嘅訪華咧，奧爾波咧可以講得係咧收穫咧頗豐㗎。除咗呢個高規格嘅元首禮遇之外咧，更加重要嘅係
佢喺呢個咧故宮嘅神宗墓鼓啊，同埋呢個咧北京嘅居水馬龍之間，睇明白咗歷史必然回歸嘅常態。中國咧係必然會實現咧復興嘅底層邏輯㗎。嗱，關於奧爾波嘅北京之旅咧，芬蘭嘅媒體晚間新聞喺佢哋嘅報導之中咧係提到咗咧好多有意思嘅細節㗎。嗱，比如話喺1月26號呢一日咧係北京時間嘅星期一嚟㗎，亦都係咧北京首善之都喺呢個咧一周之中咧最繁忙嘅一日。但係為咗歡迎遠道而嚟嘅北歐客人北京嘅交通依然咧係為咗咧奧爾波總理嘅車隊咧撳咗一個短暫嘅暫停鍵㗎。而喺呢個訪華期間呢個咧奧爾波咧係遵照翻慣例就去咗一趟咧故宮嗰度朝聖㗎。但係佢並冇好似咧普通嘅外國遊客咁樣，淨係喺度咧驚歎於咧紫禁城女座嗰個咧建，即係裏邊咧每一座嘅建築物嘅宏偉。佢將主要嘅精力都係放喺咧聆聽呢個導遊嘅介紹上邊㗎。點解會咁呢？導遊講咗一個咧關於明朝嘅故事俾佢聽。喺當年呢，大明嘅一個官員佢哋啲官員們咧必須咧要喺凌晨3點就要起床㗎啦，然後咧穿過咧層層嘅宮門，聚集喺一個巨大嘅廣場上邊，等待咧皇帝咧嘅早朝同埋訓示㗎。奧爾波聽完呢句説話之後，忍唔住咧開咗個玩笑喎。佢話：哇！呢種嘅捲法喺芬蘭就行唔通啦。佢話：如果你要喺芬蘭嗰度做到咁捲嘅話，即係內卷嘅捲咁樣嗰班嘅芬蘭嘅官僚咧，可能紛紛咧調翻轉嚟炒你魷魚㗎。叫你自己留喺風中咧獨自咁凌亂㗎。開玩笑還開玩笑但係奧爾波依然咧俾呢一座咧人類現存最宏偉嘅古代皇宮咧都係震撼到㗎。導遊同佢講話從呢個咧14世紀去到咧15世紀淨係紫禁城裏邊咧就生活咗咧成3萬人咁多㗎。而宮裏邊每一個關口咧都有衛兵把守，等級咧係森嚴，而且咧秩序咧係井然㗎。喺呢個了解到中國從古至今咧都有超大規模嘅組織能力並且仲擁有咧延綿咗咧係1000年嘅一個超高嘅行政技巧效率之後咧，奧爾波陷入咗個沉思㗎。好啦，佢喺參觀完呢個咧故宮之後咧，佢對住佢哋隨行嘅記者就咁講㗎。佢話喺現代嘅中國嘅首都中心，依然咧係樹立起呢個咧咁古老嘅歷史喺度，而呢個咧係説明咗好多關於中國人嘅事情咧，佢哋都係深深咁依託住自己嘅歷史，並且咧為此係感到自豪㗎。好啦，咁跟住咧佢話正係企喺呢個咧咁樣嘅歷史嘅高度上邊咧，佢係最後得出咗嗰個喺今日咧西方仲係有一啲大逆不道嘅結論。佢就話中國目前嘅復興，只不過係一個咧翻對人類歷史上面原本就係屬於佢嘅位置嘅啫。一旦一個咧西方國家嘅領導人開始用1000年歲月，而唔係用4年嘅任期嚟到咧係度尺去咧觀察中國嘅政治生態嘅時候，好多原本睇嚟咧係不可動搖嘅意識形態同埋偏見其實咧好容易就會不攻自破噶啦。喺呢個之後咧，跟住接受咗咧芬蘭 STT 呢個通訊社嘅採訪嘅過程之中呢個奧爾波咧非常直白咁樣係反駁咗所謂嘅中國威脅論㗎。佢話中國咧並冇挑戰基於規則嘅國際秩序。相反佢哋其實喺度維護緊呢個秩序喺呢個問題上面，同我哋始終咧都係步調一致㗎。呢句説話喺當下嘅歐洲政壇咧，可以講得係咧震耳欲聾㗎。奧爾波咧今次訪華咧並唔係一個孤立嘅事件嚟㗎。如果我哋將嗰個視野再拉長嘅話，你就會發現一個有趣嘅現象，就係喺呢個2025年以嚟除咗美國之外，西方各個國家嘅領導人咧，似乎都喺度向東看㗎。馬克龍嚟咗啦，加拿大總理卡尼嚟咗啦，愛爾蘭首相馬丁嚟咗啦，奧爾波都嚟埋啦。
仲有啊，連斯塔默都係嚟埋㗎啦。最快咧可能下一位咧就係咧德國總理默茨都要嚟啦。咁點解會係咁樣嘅咧？嗱，北京點解一下子變成咗呢班嘅西方嘅領導人咧係咁要爭破頭咧，都一定要去嘅一個外交勝地啦？嗱，總唔能夠話因為呢啲人個個都係一啲咧即係小人物又或者咧一味咧就係貪咧就過嚟咧北京咧食呢個咧雲南嘅菇菌咁搶住過嚟㗎，咁串嘅咩？雲南嘅菇菌而家咁紅嘅咩？不過我自己都好中意食㗎。我咧成日咧，如果咧有機會翻上中國大陸咧，我一定咧走去揾間雲南鋪咧，整個菇菌煲食下，真係好正嘅。呢個係我嘅個人推薦啦。好啦，咁當然啦，當然梗係唔係個個為咗為食而過嚟啦。對於呢種嘅反常嘅現象另一間嘅芬蘭媒體咧，赫爾辛基時報喺一篇嘅分析文章裏邊咧，係可以講得係咧點破咗個月度㗎，就係咩咧？佢話隨住美國國際姿態嘅不確定性增加，特別係特朗普沒完沒了咁喺度搞震，歐洲各個國家咧正喺度紛紛做出一個獨立嘅外交嘗試㗎。喺過去嘅呢啲年份布魯塞爾嘅官僚們咧早已經習慣咗幫中國貼上一個系統性對手嘅一個所謂叫做標籤或者叫污名化嘅標籤。但係其實喺私底下越嚟越多嘅歐洲官員都開始承認呢個嘅標籤好大程度上係迫於美國嘅淫威而不得不貼嘅啫。而而家風向變咗啦。奧爾波喺北京作出嘅呢一番嘅表態，其實係代表咗而家嘅歐洲正喺度悄然咁形成一種新嘅共識，就話我哋唔能夠因為美國人不爽唔 like， 我哋就切斷同中國嗰個嘅聯繫㗎。喺呢個同中國高度嘅會晤之中奧爾波係雖然依舊咁提到關於俄烏衝突啦，仲有中歐貿易平衡等等呢啲老生常談嘅問題，但係佢亦都得到一個反饋嘅係積極㗎，就係中方明確咁表示願意係同芬蘭方面一道共同咁樣維護一個多邊主義嘅共識㗎。推動構建公平有序嘅多極世界。呢句説話奧爾波即係呢個聽完之後眼淚都爭啲跌落嚟。佢冇諗過東方大國居然係會咁樣俾到佢一個咁大嘅情緒價值，同佢一道一齊去維護。芬蘭係一個咩國家？有幾多個人口？有幾多個實力居然佢話同我一齊去維護呢件事。之後佢亦都喺會後忍唔住同記者發出一個咁樣嘅感嘆。佢話中國並冇展示出要顛覆世界秩序嘅意圖，佢哋只係喺度延續緊佢哋自己一貫嘅政策，而喺全球嘅範圍裏邊增強自身嘅經濟同埋影響力，就係咁簡單啫。佢話呢個對於西方嚟講係咪真係講得算係威脅呢？咁得你睇下你企喺邊個立場去睇呢個問題啦。如果你話你係特朗普，咁可能係㗎，係咪？但係如果你係奧爾波咁你就要承認只要你承認中國嘅復興背後係某種歷史規則嘅必然性，中國只係會只係而家喺度重返翻幾千年嚟一直都屬於自己嗰個位置嘅話，咁你就唔會將呢種嘅正常發展視為有你而冇我嘅一個威脅啦，係咪先？唔係咁樣㗎嘛。奧爾波今次嘅訪華芬蘭嘅代表團收穫可以講係好豐滿㗎，好豐富㗎。譬如通力公司係做電梯嗰個Kone攞咗中國3個城市嘅電梯安裝合同㗎。而呢個雅格石集團雅格石集團就確認咗為中國嘅造船廠提供發動機嘅訂單。仲有嘅係芬蘭航空啦。佢宣布將會擴大呢個中國同埋芬蘭兩國嘅直航嘅一個航線㗎。咁唔逐個數啦。好啦，喂，咁有錢可以賺當然係一件好事啦，啱唔啱？但係從更加嘅高嘅維度嚟到睇嘅話奧爾波今次嚟到中國比起呢啲嘅所謂收穫到嘅商業合同更加難能可貴嘅係咩呢？就係其實佢從認知嘅層面嘅一種洗禮同埋升華㗎。
長期以嚟啊，西方嘅國家大多數咧都習慣咧企喺呢個西方嘅中心，以西方為中心，就作為一種主義或者立場咧嚟到去俯視咧中國㗎。極少啦，或者根本咧就唔願意嘗試咧從歷史個重心嚟到理解中國嘅。所以啊，佢最後得出個結論就係話，中國咧淨係回翻去一個歷史上面一直都屬於佢嘅位置啫，就唔係咩崛起啊啲性格。OK， 嗱，奧爾波咧已經係睇明咗呢一點㗎啦。至於咧嗰啲咧仲喺度叫囂，話要同中國咧脫鈎斷鏈啊，又話揚言咧要對中國咧去風險化嗰班咁嘅西方政客咧，其實咧我哋真係真心建議你咧要學下人家咁樣親身嚟到中國望一望中國而家係咩嘅狀況，一個真實嘅中國，而唔係一個咧俾外國媒體包裝嘅中國。你可以留喺度7日，你可以留喺度14日。細心去睇你想睇嘅嘢，係咪你哋講到咁差，再翻去慢慢包裝，而唔好日日喺度蒙混，喺度欺騙啦。唉，其他人嚟到北京，你哋又嚟到北京，淨係下下講錢、講俄烏、講人權、講西方嗰套，同嗰班你哋嘅所謂叫做民眾講嗰套，你要聽我講，你要聽我講嗰種習慣，不如嘗試下。噴少啲口水，留翻啲精力，真係喺個中國裏邊周圍逛一逛。唔單止係北京，唔單止係上海，唔單止係去到深圳，又或者你可以去到2、3線嘅城市，望下佢哋裏邊嘅人嘅生活，又或者佢哋嗰個叫做咧城市嘅周邊，即係 suburban 城市嘅周邊，佢哋嗰種人嗰種嘅生活嘅方式，嗰種嘅舒服嘅程度。甚至乎咧，我頭先咧已經睇咗一篇嘅報道咧，好長啊！我都諗緊同大家咧就做一個咧叫做影片，就係咧英國前工黨嘅領袖咧，就喺北京嗰度咧就做咗個節目，咁啊參與咗一個 CGTN 嘅節目。佢咧就哇真係都絕核啦！揾呢個英國前工黨嘅領袖去到新疆嗰度拍一個節目，就話俾你哋聽。點樣冇種族滅絕？點樣冇強迫勞動？咁嗰篇文章好長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我就真係試下分2集咁樣咧，同大家去做，因為實在太長。你叫我讀而家超過20-30分鐘嘅文章咧，實在太吃力、太辛苦啊！OK， 咁所以咧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好或者諗一諗啦，研究下啦。OK， 嗱到最後啊，講真嗰句啊，中國咧從來都冇稀罕過所謂叫做超級大國呢啲咁嘅虛名。幾千年嚟咧，我哋本來就喺嗰個位置，點會有人話哇，我好想重新翻去超級大國嗰個名啫？我不嬲都係咁噶啦，啱唔啱啊？所以啊，你話啊，而家所有嘅人嚟到中國之後，睇咗真實嘅中國，佢哋嘅反應會係點呢？有外國嘅網友其實咧俾咗一句評語，非常到位，非常絕核㗎。佢話吓？中國一直都喺呢度，從來都冇離開過喎。OK， 好啦，喂，咁啊睇下大家啦，同唔同意咧？呢個芬蘭總理咧佢嘅觀察，不過咧呢個都係當然係佢嘅觀察嚟啦。佢用佢嘅西方人嘅角度，用咗北歐人嘅角度去睇事情。不過今次咧，佢咧係比其他人咧比較睇得即係闊啲，就係用歷史嘅角度去睇。咁所以咧，佢就認為，唉，你哋日日喺度講中國呢樣唔得，嗰樣唔掂，同我真實見到個中國根本就係兩碼子嘅事。所以咧，有陣時咧，有啲嘢咧，打開自己嘅心扉，唔好咧淨係聽下道聽途說，又或者咧只係咧睇埋晒啲主流媒體咧，不斷喺度抹黑，不停喺度咧就係咧就拉扯咧其他嘅人咧，就幫佢嗰個立場，幫佢嗰個嘅口吻。實際上真係咁嘅咩？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